第12章，所以兄弟啊，我用上帝的慈悲考劝恁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恁安尼服侍，就是理所当然的。毋通效法这个世界，只着心意换新个变化。互恁测验什么是上帝的善良、纯全、通欢喜的旨意。我凭着所赐互我的恩，对恁逐人讲，毋通看家己过头伫所着看的，着照上帝本互逐人信心的大细，看合伫中道，拄拄亲像咱一个身躯有一寡肢体。肢体也无拢是一样的路用，咱遮尼侪人伫基督内成做一个身躯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安尼。照咱所得的恩赐，各有无相同，或是讲有言，就着照信心的程度讲有言；或是做执事，就着专一执事。或是做教导的，就着专一教导；也是做劝化的，就着专一劝化；施舍的，就着诚实；治理的，就着温群；怜悯人的，就着甘心。疼人毋通虚假，歹着厌恶，好着亲近。疼兄弟着彼此亲热，恭敬人着彼此体谅，温群毋通变淡，着心内喜热，常常服侍主。伫五忙中着喜乐，伫患难中着吞忍，祈祷着行切，圣徒欠客着帮补，出外人客一味的款待，困逼恁的着甲因祝福，只要祝福，毋通咒诅。甲喜乐的人，着三甲快乐；甲哀哭的人，着三甲好。着彼此同心，毋通志气关大；反倒着俯就卑微的人，毋通家己掠做聪明，毋通用歹报歹。正人掠做好的事，着留心去做。若是为行，总着尽力甲正人和睦。亲爱的兄弟，毋通家己心冤，宁可让步，出在主的受气。因为经典记着讲，主讲心冤在伫我的确报应。所以恁的收得若枵，就互因食；若喙焦，就互因啉。因为恁安尼行，就是将炭火堆伫伊的头壳顶。你毋通互歹所赢，反倒着用好赢歹。